香港杯準備。 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嘛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嘉應之星都快閘喎，響佢外邊呢，有龍鼓飛揚啦，出邊位置仲有隻偏言武之啊，中檔呢，有唯獨愛你啦，埋邊啊民政兼從啦，內欄位置係嗰隻勇戰神驅啊，跟住啲站馬嘅後邊啦，麗冠花環啦，咁啊再見到中間柏林探戈啦，內欄位置呢，仲有呢隻御滿杜拜響出邊呢，大約尾三度啦，有呢隻象王啊，暫時殿後兩匹馬分別係磅礴無比同埋嗰匹呢就飛輪閃耀嚟㗎，咁啊接近對面呢個直路頭咯，前面佔先嘅馬係民政兼從響內欄嘅位置㗎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呢係嘉應之星嚟㗎，咁啊出邊走咗上去呢係嗰隻偏言武之啊，第四位灰馬龍鼓飛揚，中檔第五位仲有唯獨愛你啊，內欄第六位嘅馬係嗰隻勇戰神驅嚟㗎，咁啊再外邊呢有象王啦，中間麗冠花環啊，咁啊600環間三嗰匹嚟㗎，後邊嗰四隻分別係御滿杜拜啦、柏林探戈啦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呢依然係嗰隻飛輪閃耀，同埋喺佢外邊呢係嗰隻磅礴無比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頭嘅馬有嘉應之星走中間嘅，咁啊喺佢入邊嘅位置呢就民政兼從啦，外邊就偏言武之啦，第四位中檔黑衫有呢隻唯獨愛你啊，出邊灰馬係龍鼓飛揚啊，再後多層啊嘛，等入邊藍白環間三呢就勇戰神驅啦，外邊開始走上去啦，分別有呢隻就象王啦、柏林探戈啦、馬林中間麗冠花環、御滿杜拜啊，掟出去大外檔嗰邊啊，有呢隻磅礴無比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飛輪閃耀嚟㗎，轉正彎入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仲係嘉應之星啊，見到偏言武之開始上嚟挑戰，象王外邊冚上嚟，大外檔仲有隻磅礴無比啊，馬林中間御滿杜拜揾緊位，入邊唯獨愛你啊，最後100零米，象王出咗嚟先，外邊磅礴無比，兩個馬中間打上嚟，唯獨愛你，再後邊仲有御滿杜拜，最後50米3隻馬平排衝刺，中檔位置唯獨愛你透出咗，外邊呢有呢隻磅礴無比，埋邊第3係象王啊，出邊第4係嗰隻御滿杜拜啊，咁啊結果呢隻唯獨愛你咁啊似乎都不負眾望啦，咁啊繼4月份嚟香港贏咗場女王杯之後，今次再度嚟到香港呢，咁啊攻埋呢個浪琴標香港杯啊，響兩隻馬中間嘅位置穿插上嚟，咁啊啱啱到先，外邊呢係磅礴無比，咁啊第3名嘅馬呢係埋邊嘅象王，第4名係御滿杜拜啊。